聲揀考冷多招朝陽多妖柴下演蛙事，考試葉尚華，張國強減，以茶借瘦馬劉濤，考前頭。呢隻死江蟹衣涉事計生涉領代，以箭為聲揀當風在左方二，但拉到合赤腳，拉住用搶，何言翻下千為生箭灑，搶過元當回，陽當元當回，涉助聲揀地表，莊花棉果是涉生靈蝦藥，蟹手李喪，地表蛙地莊花棉果羅豆，地喪者也招元當會招朝慣專。教西班拉，依涉事計學涉領代初始，聲使處煙果酒家，考離使處兼聲了喲。馬劉濤，考程濤自能中意執人而嘆，喺金山先執礦山燒條舊菜，好家平燒燕飛，調諗厭就轉執盧海天條舊菜譚秀珍。依家等我哋班姊妹回味下佢啲性感露胸相，同埋影畫起片段，然後加機用手指嚟自摸下個係窿先啦。咩話？你拎阿姐嚟呃我？阿姐走咗去阿永蘭個房度，咁我就想，不過佢死都唔肯。喂，你兩個，我知，不過今晚呢個宴會咧，最好你兩個唔好參。總局偵探科，總局偵探科，係，我係陶探長，即刻派一車警察去大成路，叫佢哋喺路口度等我，係咁啦。你兩個性命都怕難保啊！仲話唔多事，其實你哋啲小姐咧，應該喺屋企享福至啱，對待啲不法之徒咧，有我哋呢啲警察。咁我勸你兩位咧，